但你拢算无简单的歌王，一个歌王专心要找这种型的真少，你甲看好详细。这种人不应该做歌王，但是一定做到。专心这种声，敢若你咧唱尔，袂歹，赞。谢谢。这个歌怀念的乡土情，敢若有一个乡土的民族重。这个歌应该讲报纸有报过，讲有这什么省政府农民听的主题歌。啊，哪着你讲的？啊，着我讲好，哪着你讲？你是外口讲啊？要古怪啊，故意人啊，对毋对？主持人咧讲话，你毋茫倒落。省政府农民听，我着知影，着我讲就好，啊，袂输你做我讲的。你冇唱，我冇讲，对毋对？你歌唱得足好听，你莫讲话。你看，我毋捌看歌星面有奇的，头一摆的。你若讲我的尾水有痔疮底，就有影。面有奇就无简单，你这粒就是唱歌去。相信在座的观众，尤其是专省的观众，为无当了解伊的历史，我诸葛亮啊上了解。但你拢是咱屏东县的人，讨海人，本来在讨海，但是身体无好。上船牌啊靠出去，咧看鼓有无？呵呵，上牌啊顶过几步啊，现船入落来。尾仔因老爸讲，我这个囡仔虽然是伫咧工钱啊，但是无适合讨猎。尾仔伊家己去学手工，去开迄个修理脚踏车甲修理乌多巴。拄拄唱片公司的头家，拄拄伫遐过。带到连啊去哦，望风的，望风的迄个所在要找轮胎店真少，结果这步伊也会，我甲伊斗骹手，也3座4座，拄当咧修理轮胎的时阵，啊，就家己淡仔嗨，淡仔嗨，迄个头家讲，奇怪，这个歌声真少咧，嘿，袂歹哦，才叫伊去灌唱片，一块阿龙，就唱起来啊。无简单，但是这个歌也是这高雄凤鸣广播电台司机俱乐部部长梁山推荐你去管的，对不对？这个就是你的员工，该安怎咱就爱共斗下手，因为梁山听讲糖尿病得要巧伊啊，你即马都有趁钱，靠呀！我即马是咧讲你别笑啦，笑啥物货？你靠你真是去梁山听着伊变面的，对不对？应该有趁钱，爱撒寡物件去互人。啊，无你白包啊，先甲包伊嘛，对不对？互伊量差，你茫讲我讲的呢，你就讲你先要做的，你茫时间到害我梁山教我袂歹，那电台这人这个行我妈知的，哎，你知唔知？了后咧，梁山推荐单一郎，了后才开始慢慢啊，好背起来，不得了，一定唱起来，歌袂歹。你这首什么衫？你该设计。咱装卡出来，咱就穿装卡的衫裤，唔通对人乌白穿，知唔知？你甲这创话啊？你甲这创话？这老官要切的，老官要切的，你用这老官要切的，用什么这卫生纸？知唔知？这唔知是老官咧切的，乌白来。你为着要装乌较无共款的，唔通用乌色的，乌色的代表厝有代志，听有无啊？厝有代志，你还咧笑，你唔足爱啊？你乌你摕啊？乌的我摕来，你遐卡你毋煞爱我阮厝有代志啊？你遐卡你家家有代志。这个歌确实目前真轰动，也我会记得讲你有够济地，有够济，就阿龙，迄地较早我要灌的呢。这个歌足早就写好啊嘛，这个歌有经过这个梁山有鉴定过嘛。这个歌就要有一种会长音，迄种乡土味，迄种会耳啊。你咧唱拢用耳的迄种型的无，就爱这种声。本来我要唱的呢，真的啊。你讲我啥物话啊？啥叫做真的啊？你唔当作你要咧操蛋啊？互你唱，你的名叫做单一郎，这叫做阿龙。你知唔知啊？较早梁山要互我唱的，本来叫做地层的呢，你知唔知啊？那今日让我唱起来，我就不得了啊呢。来，继续搁唱一个，唱较好听咧。继续有原来是新歌。新歌。个名叫做《昔日的乱歌》。啥物？昔日的乱歌。昔日的乱歌，讲好好。你遐靠你讲话就要操人呆，你唔通笑，袂看起来，你的喙齿
后立位啊，浮起来啊，歪伫边啊，你娘个安尼较后，自然。你算唔知你自然？你娘卡，恁爸这唔使用刀的啊，什么咧自然？来，来拍谱啊，欢迎一个，昔日的乱歌。